最近伫咧网络顶有出现一批广告，讲要卖地，毋过嘛趣味，因为这所在就是伫咧台南白河水库中央的一块小岛，引起众人的议论。管理处是表示讲，因为白河水库当初是咧起的时，敢若下底所在有征收，所以到达水面上的要部分有关是私人地。徛伫咧白河水库的大坝，远远看过去，一粒水中央的小岛。草木发甲真旺，一点仔都无开发过，而且若要上岛，还阁爱坐竹排啊！这粒大约15000平小岛，最近委托中人买卖，引起讨论。因那个送你，你个无爱啦，因为那无路未无拢爱靠船啊啦，种泽果也袂当开发啦。伊免开啊钱去调底下，岛主没有错啊，可是我们在那里。也不方便的，就单纯的是要把它做一个尾售，好，因为它目前它是没有用到这一块好的一个风景，这么特殊的一个太阳的一个委托案件哦，让给有缘人。中人表示，这确实是较罕见的案件，不过民众嘛真好奇，水库内底哪有私人的小岛？针对这件代志，嘉南管理处白河水库分处解说讲，迄当阵咧起白河水库的时，敢若征收水面下的部分，也那水面上的小岛有关是属于私人的土地。当初可能那时候政府比较缺钱，就征收109水位以下的土地有征收，上面就没有征收了。限制是因为它是分区级森林用地嘛，是它不可以有任何开发行为。这边是一个孤岛啊，一个孤岛这边你要过去，你要船划。目前伫咧水库有真侪小岛，有关是私人所有。也毋过因为伫咧白河水库的自来水保护区、山南区，若要做任何的开发用途，就要依法向主管单位来申请核准。所以若想要来买这粒岛，就要考虑好清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